講到咱國內新冠疫情連續8禮拜攏衝懸，疾管署表示講，頂禮拜問急診的就醫人次有18990人次，平均一個禮拜增加74.8%。而個8月中呢，會來到高峰期。疾管署也提醒講呢，這高風險族群就要去趕緊做疫苗保護家己。另外，疾管署也講呢，這天到這頂禮拜新增加8個帶病入境，今年已經有104例了，也呼籲咱的民眾出國要做好防護。即馬休熱是旅遊的大季，疾病傳播的風險嘛較高也懸。疾管署指出，國內新冠疫情感染的人數已經連續8禮拜有增加，頂禮拜的每急診有18990人次，比前一禮拜增加74.8%，而個8月中進入高峰期。疾管署表示，大部分重症患者是65歲以上的時代，還有慢性病的患者。有89.1%無做過這季疫苗。我們的預估高峰還是在8月中下旬，好，8月中下旬的時候會最高。那預估的那個單週就診人次可能會達到51000人左右。疫情當然其他關病毒株冇變化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國內最近4禮拜流行的病毒株 EPQ.16.1.1 變異株為主。為着新型變異株的症狀，甲多數呼吸道感染差不多。世界衛生組織嘛評估，目前新冠疫苗對預防重症也有保護力。疾管署表示，全球新冠疫情都有樂觀的趨勢，尤其東南亞、甲西太平洋地區當咧高原期。醫生嘛提醒民眾要做防護措施，緊急符合資格高風險族群緊做疫苗。像是有慢性疾病啊，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話呢，那如果有出現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狀，像這個咳嗽啊、流鼻涕、喉嚨痛，是這個肌肉痠痛啊，或者是有呼吸喘、呼吸困難的話呢，還是要盡早的這個就醫。那即馬休做出國佚佗的人較濟，疾管署指出，頂禮拜有增加8個天高級的境外移入病例，今年計共104例，為印尼、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入來較濟。疾管署嘛提醒民眾出國若有戶外活動，建議穿淺色還是長的衫褲，避免去雨網仔頂。出國回來10天內若有發燒、頭痛等等，就要趕緊就醫，主動通報旅遊記錄。記者郭志陽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